乡亲啊，这真正就像俗语所讲的，无米兼论月，都咧欠水啊。但是刷落来一礼拜拢无雨。气象局讲，今仔日2时开始，全台湾转济云好天，未来一礼拜西半部拢未落雨。敢若后礼拜有微弱的方面会吹过北部，若有雨嘛是落伫北海岸甲东北部。就算想要等到清明落雨，对欠水的中南部来讲，也是真无乐观。所以乡亲啊，这个水哦，都要欠啊用。北部会知影气温一直降落来，自本来冷空气变做冷气团结束，全台湾有15个7站温度比10度低。上冷的是家人佚佗的国道3号8度6。不过24日头走出来，全台湾的天气变真好，敢有花东有的所在会落雨。那整体来说，要明天之后，整个东北风慢慢转成偏东风到东南风，各地白天气温回升的幅度才会比较明显。拜5到礼拜日受到高压回流影响，全台湾济云天气日甲暝温差大，敢有东半部会小可落雨。就算到后礼拜1会有小风面扫过台湾北部，不过落雨嘛是会集中伫咧北海岸东半部，上欠水中南部地区嘛是无落雨几率。我们现在8到10天的预测大概是1号、2号相对来说，台湾附近都还是比较偏南风的环境，水汽也不多。那就是看看清明假期的后半段会不会有北方的锋面系统来。想要等到清明节的时阵落雨，中南部落雨的机会嘛是真小，可能要等到梅雨季节来。不过，为气象局2000年的资料来说，梅雨上晚到的时间点是2009年，为5月2日开始，互人真烦恼。今年梅雨的雨量若是无够，可能会打破过去的记录，互已经真欠水的所在会更加严重。